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边张伟来关心 NCC 哦，保护中天新闻换照通过这个部分吼。那么讲到讲吼，这回咱看到讲12月11号，都被当伫这个咱讲有线电视台伫咧12月12的这个部分吼，临时都被当继续来上架吼。那么看到讲中天新闻这阵是提什么？提加处分吼。不过，咱么看到讲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是驳回咱讲中天新闻这个加处分吼。伊讲啥咧？伊讲哦，咱就讲到媒体是社会公器啦吼，是爱受到国家依法的这个监督。但是中天佫提控告讲啥？因真诶毋是这个一时的这代志啦吼，是真诶是台湾新闻言论自由的这个千秋啦吼。但是咱嘛来讨论就讲，到底这是毋是新闻甲言论自由的一个抗争诶？大家嘛是有一个疑问存在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中天新闻那伫12号这个临时来落架了哦，这52台到底这个空的这个频道来处理，到底要放什么频道咧？伫52台吼，有线电视这种咱讲啊系统台吼，要甲什么频道上架？咱看到讲有华视新闻资讯台，还有环宇新闻台，还是讲吼其他有 CNN。真正还有其他咱讲跨国媒体可能嘛来加吼来上这个频道啦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回来讨论讲吼，到底咱讲中天新闻，因这阵讲要伫网络来播出，敢真正会影响到什么款的这收视权益？做来讨论。这边先来邀请四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文化大学新闻系教授曾碧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第一代新闻系教授洪晶玲。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纪录片导演李慧仁。阿斌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四位，咱们邀请律师吴地勇。主持人大家好。首先，咱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这中天新闻吼，即阵吼，大家拢讲吼，哇，有人讲啊，这个收视权益会受到影响。但是咧，中天新闻佫讲吼，哇，即阵关台吼是这个赢政治手侵入这电视台吼。另外，咱嘛讲到法院拢是立赢开的，这个部分吼，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接着要伫咧12月11到期的中天新闻台今日上尾到达时间，甲了影片搬出来说话，中天主播轮流就阵行出来互我报新闻，而且嘛发起直播42小时无断电的活动，要甲网友伫咧线顶互动到上后尾一秒。啊，若是目前嘛传出中天新闻有意思要转换去网络发展。因为 NCC 顶一日对中天新闻台做出袂互因换照的决议，代表讲接到期了后，就要退出有线电视平台。啊，毋过消息出来也是引起争议，甚至有民众走去中天电视台头前用火烧家己。啊，若是民团早起是搁一个集合来声援中天，讲到迄个烧家己的民众，搁讲甲喉更甜。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流过眼泪，但今天我也不舍，我也不舍，我今天我站出来。从府院到 NCC 一条龙的作业，在打压媒体的自由，在试着把台湾变成一个一言堂的环境，难道这是我们国民可以忍受的吗？民团批评讲 ，NCC 列出袂互因换照的四大理由，包括内控机制无效、裁罚案件收济等等，拢未堪指学者专家来检视，所以按算发起逐日实行甲静坐的活动来表达抗议。另外，中天声车加处分去法院驳回，因不满提起控告，裁定结果70敢会出来，嘛受到大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是啊，首先要来请教曾教授啦吼，咱看到这回咱讲吼，这个中天加处分互驳回啦，咱看到有一寡这个理由存在吼，是讲这个社会公器，但是你其实对媒体有讲到吼，这社会公器，你现这个原文册，安尼现来现去，都是无死的这个字，你安怎看咧？是首先爱澄清一个事实啦吼，咱一般拢讲中天向关台，但是毋是关台啦，换这条无过啦，嘿，换这条无过嘛，毋是条是换条无过，是，但是咱12月12号了，伊要上。会使伫 YouTube 播出，是，嘛会使甲伊的节目伫中视的频道播出，所以毋是关台，关台是种看袂到啦。而且伊个有法律的行动会使进行，有可能明年个变换上来。所以讲关台是咱一般的俗语安尼讲简单的吼，事实上咱爱登一个问题的原点吼。第二咧，咱中华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吼，那过去中天新闻台伫换照时有4个问题。数在追踪吼，第一个是伊系裁罚的案件上侪发生的钱，第二个是伊内控甲助力失灵，第三个是伊个站伊的股东监视到编辑的事务，第四个是看袂到改善的可能。所以讲即马是
按照卫星有线电视法来甲伊无互完交通过。咱中华民国是法治的国家，过去捌关过电视台啊，吼，嘛毋是讲无这权利。啊，中天新闻台伊的感受我会使体会，但是你爱正本清源，你来用法律的途径，甲你讨回公道。目前是给处分去驳回尔嘛吼，未来佫会使控告，啊，佫提出诉愿。所以讲这道还未结束啦，还未 game over 啦，佫真早咧吼。第二点咧，我对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用的社会公器这个名词啊是有意见，因为新闻学教科书无这个名词啦吼，敢若有社会责任啦 ，social responsibility，就是讲咱360项每一项拢有伊的对应的社会责任，你卖食的、赛车的、做医生的、做老师的、做媒体，共款拢社会责任。因为讲实的啦吼，这中天新闻台是蔡衍明家己为咱底下掏钱出来成立的嘛吼，伊经营的，咱来社会公器。是，其实教授你有讲到吼，那是要这个做社会公器，亲像咱公共电视台、公共集团安尼这个部分吼。但是媒体敢无一定有这个公器？应该安尼讲吼，因为伊用公司的名义去登记营业的嘛，爱纳税，爱开发票，爱有的媒体公司佫发行股票，为股东负责，啊，佫迄个变利润，爱加薪，吼，爱发年终奖金，那是所谓的社会公器。OK， 应该是咱个先请教另外一位嘛是新闻系这个教授啦，有社会责任的营利事业，你较对啦。有社会责任的营利事业哈，但是做媒体敢讲真正就是趁钱趁巴巴的呢。继续请教安教授。哦，好，多谢吼啊。拄啊，可能我这意见吼，甲咱的吼庄老师较无相共啦吼，因为吼社会公器这个讲法吼，因为这嘛是咱尤其是对新闻媒体的一个期待啦吼。嘿，啊，咱澳洲吼有一个吼sociologist 吼，咱一个吼社会学的学者吼，叫做Habermas。Habermas 伊就讲吼，媒体伊应该是咧吼，咱讲是吼 public sphere。公共领域的这个概念。对吼，所以其实这个吼新闻媒体做这个社会公器这个概念，毋是讲伊仅仔是讲是私人的吼，还是讲是咱吼透过咱那个政府吼，咱人民咱的钱来吼成立一个吼，个媒体咱才叫做伊是社会公器。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概念上的无共款。意思是讲，咱今仔咱咧做新闻，因为新闻伊伫民主社会是有真重要的一个吼角色，就是讲新闻伊应该会使帮助咱整个社会，吼咱的观众拢会使看到正确，吼真的，吼啊嘛爱有较吼尽量会使公平的一寡迄个讯息，吼安尼会使帮助咱的民众吼伫真侪，比如讲咱的选举啦，吼咱对咱吼，比如讲咱民生啦，吼各项的吼议题，咱拢会使吼得到真充分的迄个吼资讯啊。安尼咱才会使吼选举，还是吼做其他的决策的时阵，才会使尽量会使做一个吼较正确的决策。啊，所以其实今仔唔管是吼咱讲媒体吼，不管伊是蓝的、绿的，还是红的，还是白的，吼其实拢袂要紧。啊，问题是讲伊咧提供咱吼观众的基本的吼这些新闻的时阵，这些新闻爱会使吼，就像刚刚庄老师吼伊拄仔讲的咱。是爱有社会责任吼，啊，所以伊其实一个吼，咱讲的 public 的概念是有接出来的。有影吼，这个公共概念其实头拄仔这个金玲教授嘛讲着吼，Habermas 的概念。讲的无冲突啦，我意思是讲带社会责任的媒体，但是真正爱盈利，安怎盈利吼，这是一种 OK， 不是公器，可能这嘛是这个翻译上这个一个问题吼，但是就是爱有社会责任。媒体吼有做甲够也无啦，有做甲透啦无啦吼。啊，这回咱望看到讲中天新闻这回这个争议可能是吼，伊就打着咱讲的言论自由也好，新闻自由也好。但是咱头拄嘛讲着，6年换一照，本早就是咱讲的法定和清清楚楚吼。继续请教导演吼，安怎看这回这代志吼？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台湾真正去用打无啊吗？其实咱来看吼，讲拄啊庄博忠老师冇讲嘛，讲这不续照，这嘛不是第一届。是啊。伫2010年迄当阵，马英九做总统迄当阵，年代综合台，伊嘛是没有续照呢。是。好啊，如果是安尼，是不是这抗议人嘛爱抗议讲迄当阵吼，真正是
戕害新闻自由，为什么迄当阵拢无？你袂使讲2010年迄当阵不续照都无代志，即摆不续照就变做讲你是戕害新闻自由我感觉迄是讲袂通的啦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讲，咱一直讲新闻自由啦是。比如讲，我互大家看这就是咱进前文化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陈慧荣讲霸凌鉴定人去用霸凌对，伊讲的什么叫做新闻自由？我感觉伊讲非常好。伊讲咱这新闻自由是用来做社会公器的民众信托，有影信托迄唔是。头家会公器私用的自助餐，唔是白费，互你安尼我感觉这进财私用啦讲了真好啊，坦白讲是安尼所以咱看到这届中天，你讲伊无续照成功了咱看到讲足侪，咱当然啦，如果蔡衍明头家讲要甲遮的人500个员工全部拢甲支钱，我感觉迄真正是足无好的。对劳动权的一个剥削。我感觉真正是无好这真正是唔对啊。是你讲要安那？咱即摆无台无台，其实你唔通袂记的呢。旺中媒体集团即摆要到8个频道呢，要到8个频道呢。是，咱看到伊无线台，咱拢知影讲无线台内底有中视主频有中视经典台，是中视精彩台，伊叫做中视新闻台中视有一个新闻台。这新闻台中视新闻台，即摆伊内底新闻内容拢是。中天新闻，中天新闻做新闻可以用。如果是安尼，你若真正是讲要做一个社会公器安尼要尽到所谓第4权，你蔡衍明头家应该甲遮人全部拢去好好的经营中视新闻台安尼甚至讲你讲我即摆52频道是不是无去你就使去申请你就使去谈我中视新闻台会使伫52台上架无安尼所以我感觉讲这不是打压言论自由，这是纯粹商业利益考量、商业利益的考量带头家是安尼的想法啦。我是安尼感觉啦。有影啦所以咱这个部分等下再好好来讲先来个回归头咱讲高等行政法院这回这个假处分驳回了后，咱看到伊这个理由是啥物啦咱第一个部分先来带大家来看讲这个申请人并无真正完全解释讲这个案有这个胜诉高度的盖然性就是讲你这个胜诉真正无遐尔悬另外就是讲原处分无对着这个申请人造成紧急还是重大损害啦、损伤啦，还是有真正这个紧急的这个危险伫咧。若是讲依照利益衡量的这个原则这个案件无定到咱讲这个暂时状态假处分的这个必要性。另外换频道这是属于这个属于咱讲司法的这个关系嘛，是系统台业者的这个权限啦这个 NCC 无从去主动来介入，袂当对伊做抗告啦所以咱继续来请教律师啦咱来看讲成这个假处分驳回这个理由咧。应该安尼讲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踮咧遮驳回是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啦，因为咧行政诉讼法内底迄个要件内底，你定暂时状态即个假处分有遮要件，包括讲你头前都爱说明的意思是讲，我先甲法官说服讲，即个过去 NCC 甲我即个处分讲无要互我换照，都有有违法，这违法是真明确的。比如讲内底组织上有无合法的人参与，或者是我应该要有陈述意见，咱会使讲话的机会，你无互我来讲，但是你看到规个过程内底，不管是听证。迄个互蔡衍明亲身去讲，讲到尾讲去用掠包讲，你有去介入无？去用摕出来讲，其实你就文件摕出来拍，所以伊完全的顶事顶悬，伊无法度讲到底 NCC 踮咧遮行政处分的造成都要违法，所以行政法院的法官一看，这头一个要件你就无符合啊，你也甲讲，这个原处分都有违法，你有机会拍赢这个诉讼，这可能性无遐悬。第二项是啥？你爱有讲，你因为这个无互我经营52台，你无互我换照，我有发生什么款无法度恢复的损害，这是法律要件。所以伊爱去说服法官讲，这是我为发生什么款无法度恢复的损害。过去咧行政法院这个龙翔电影台这个案件内底，行政法院法官其实有落一个裁定呢，伊迄个裁定是安那？迄个时阵，龙翔电影台讲，我袂当换照，我内底员工会无头路啊，所以我要申请讲你定一个暂时状态，互我继续来经营。行政法院会甲你讲的，咱卫星广播电视法明文规定6档爱换一届执照。你做一个经营者，你敢会讲我申请着一遍，我会再做规世人？无可能安尼去想。所以你袂使甲我讲6档够啊，你无换着执照是无法度恢复的损害，这讲袂过，法律就写咧遐白纸黑字写。所以过去咧，这个龙翔电影台这个案件内底，高等行政法院的法官就落这个裁定，这是94年
停利88号。是。这个裁定落来了后，其实咱踮咧审判内底有一个叫做自我约束的原则。OK。就是讲，我过去有这个判断过，这个判断即马拄着共款的中天来的时阵，除非我要转弯。除非我要登关世界，袂使家己扇喙皮袂使家己扇喙皮。我过去甲你讲啊，6档这卫星广播电视法的法律拢共款，6档时间到啊，你毋是讲我申请着一遍，我做规世人，所以你袂使甲我讲我即届申请无过，袂使换即照，结果你甲我讲这是无法度恢复的损害，所以踮咧遮行政法院即届甲中天驳回，共款一个理由讲啊，这个原处分做啊，无对你这个申请人中天有啥物款严重无法度恢复的损害，所以这是第2点。第3点是啥？你得爱利益的迄个平衡啊，就是讲法院爱看嘛，你这个诉讼案啊会使有机会拍赢，我爱去看讲你有机会拍赢，你即摆保障你内底劳工的权，这相关的这个员工的权，有可能去做这个平衡。但是我看起来你头前这个迄个概然性都无过，所以我后壁我爱去看讲啊，你到底有啥物款的损害，我讲袂出来。所以后壁这个阶段都拢无过，所以我会讲行政法院踮咧遮的这个判断，甲过去的原则相像，所以伊即马讲要提起控告，我讲伊今仔干那剩今仔的机会尔，就是讲最高行政法院咧掌受理伊的案件了后，除非最高行政法院家己落一个裁定，就是讲踮咧今仔日伊落一个裁定讲啊，你这确实有发现讲无法度恢复的损害，你这内底有啥物款的问题，我甲你讲，家己做裁定讲，准你继续经营52代。都今仔日过了后，都无这个空间啊，因为明仔过了后，其实伊就变做一个。现主是无咧经营52代啊，所以康的频道伫遐，所以伊踮咧法律上叫做无实际意义，无实意，所以除了最高行政法院踮咧遮做这个裁定之外，伊无空间讲要继续踮咧这个继续经营52代。但是我安尼讲，过去我拄则讲的这个龙翔案的这个案例，迄个内底主要的法官吼，即马咧最高行政法院。哦，真正袂使搁省家己水你就是最高行政法院，我过去这个见解，即马高等行政法院。在中天案共款继续用来的，结果我即马咧去最高啊，我扇家己喙皮的可能性，我认为无遐尼悬。所以踮咧法律上，我认为中天踮咧申请要暂时处分，讲互我继续经营52代，法律上无任何正当性啊。OK， 无任何这个正当性。他拄啊，这个律师是讲到这个龙翔案吼，这个电影台这个部分哈，就是讲，这个法律本早就这个审判自我约束这个原则伫咧啦吼，所以安怎看嘛无法度吼，这个咱讲控告成功伫咧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 NCC 委员在一寡这个主张啦吼，咱来看讲这个委任律师吼，安怎来讲啦？讲吼中天伊所讲的吼，可能造成这个损伤吼，可能是因为执照到期。咱头拄嘛讲到吼，6年一档换照，你本早就知影这个风险伫咧啦吼。另外中天未来这个吼赢的这个可能性有够低啦吼。但是这句话吼，咱来看吼，讲中天新闻台除了这个56台哈综合台吼，可会当安排新闻台4,500这个名员工吼，继续来去服务啦吼。啊，中天新闻已经伫咧 YouTube 24点钟来直播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吼，啊，你若是有去斟酌看讲中天新闻，因为这操作这方式讲啊 ，NCC 这款律师的这个建议吼，是要叫这新闻台这个员工去做娱乐记者嘛，是去做艺人嘛？这款的这个言论吼，这个教授你安怎看咧？其实吼，咱这个问题你要看待咧，你也因为中天新闻立场来讲吼。伊若有心要继续经营，绝对是做会到的。因为蔡英文是咱台湾上有钱的人嘛，是第一、第二。应该个赢郭台铭嘛吼。伊身家几啊百亿、几啊千亿，咱若真正有心要经营媒体，这钱压出来，绝对有喺处理的啦吼。所以讲，我看是伊有迄心要继续甲拼落去。OK。好，啊，而且咱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吼，即马中天那所有的关台了吼。其实伊去 YouTube 头顶佫有发挥的空间啦吼。是。你知影即摆 YouTube 头顶中天新闻台几个？170万。我顶礼拜日看160万，即摆170万。是。所以讲这4天增加10万啦。啊，伊中天新闻台发出讲伫内底进前要超过200万，我看这是办事实应该是有可能。OK。所以讲伊爱化悲愤为力量。OK。好啊，继续拼。啊，伊即摆法院的行动佫会使采取嘛。所以我们通怀忧送敌。OK。那另外一方面呢？其他的电视台，茫谈幸灾乐祸啦吼。讲实在，因为有人讲啊，其他电视台现在无出声，同款标准哦。嘿，所以讲咱会使思考吼，即马中天和关台，咱这种关台来讲较简单啦吼。政府依法的行政，中天会使依法提出诉愿控告，但是咱有3个问题使进一步思考。第一个，关台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还是为了政府甲政党的利益？这我不答，大家想。
第二咧，有法度用共识的标准来检验所有的新闻台无。OK。第三，若是中天新闻台是挺政府的挺到这，挺到这，会用关闭，我无答。咱若问10个人，可能10个人报到时候咱有3个这个方向去思考啦吼。但是咱嘛阁讲到啦吼，就是讲吼中天新闻这个部分啦吼，因为这个声明嘛先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啦。咱第一部分讲吼，针对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吼驳回咱讲中天新闻换照这个处分吼，因讲依法吼提起着这个控告这个部分，咱嘛讲吼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吼会去来做一寡这个部分的这个处理啦吼。另外，法院对新闻自由吼有这个受到这个紧急的危险吼，拢无讲到一句话啦吼，所以无看到讲 NCC 的处分适法性无充足。另外，讲这个听证会吼无遐尔有路啦吼。另外 ，NCC 佫互政治介入这个议论啦吼，这个裁定内容真正无合理啦吼。中天员工会建做吼，真正这个广大观众甲守护新闻自由到底吼，同款也是这个新闻自由这个部分的一寡定数啦吼。另外，咱看到中天委任律师吼，彭律师安尼讲 ，NCC 处分是明显的这个违法啦吼，影响到因的这个咱讲吼，这个新头家新楼，这新楼吼，因的这个歹导因的这个巴肚啦吼。另外，若是讲到裁罚的这案件有过失的这类型吼，裁罚案件伫咧诉讼也要赢，也要输进前吼，你就去甲裁定吼。所以 NCC 无应该用到裁罚真济这款理由来去做无要换照这个理由啦吼。蔡英文伊讲啥？中天新闻伊是大股东，大股东的这个言论自由应该受到保障啦吼。所以共款佫回过头来讲到 NCC 的这个部分吼，到底裁罚吼伫咧赢进前还是这个输进前吼，会当去做一寡这个认定，无咱继续来请教洪教授。我想吼，其实台湾当然就是一个吼，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啦吼。其实伫个咱吼，迄北高雄的吼，即个吼裁定已经真清楚啊吼。其实咱每一个媒体的经营者吼，咱媒体的吼，即个工作人员拢应该知影吼，咱的卫星广播电视法吼，对咱新闻台的内容的要求是啥物吼？咱的内容要求是讲吼，咱应该爱吼。遵守法律，咱应该爱尽量唔通去伤害到儿童少年的这个权益，咱应该爱播新闻的时阵呢，爱会使做好迄查证事实的查证，再使播出，而且嘛爱尽量爱公平，这拢是咱卫星广播电视法27条对咱的媒体的内容的这个要求，所以你今仔摕这个，而且这个执照，伊是一个特许的执照今仔这毋是普通人讲，我凊彩填一个表就会使摕到咱这个电视执照所以其实爱好好经营啦嘛爱守法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基本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讲你即马做遮侪违法的新闻NCC 罚罚到20几件罚到上千万安尼情况安尼敢佫会使互即个新闻台佫好好甲经营落去。所以我想这是对咱的观众来讲咱拄其实咱庄老师嘛有讲，其实咱即马做即个决定第一个当然嘛是尽量考虑到咱即马中天电视台伊家己的权益，想讲做一个主管机关做一个政府，伊爱考虑的是咱全部国民咱的所有的观众朋友的权益若是讲你今仔新闻处理无好无做好这事实查证过去因为咱看过去迄中天的记录真实的是有一寡新闻实在是真实的，改善空间真大啦。OK， 改善的空间也阁真大。系啊，其实我想要讲一个例子，因为最近其实咱国际媒体嘛真关心这个中天即嘛明天的无法度以后个无法度再去播出。其实我前两天才接受到 NHK 因的国际广播的访问，我就讲。鼓励啦，讲咱这个电视台伊进前做一个新闻讲咱三子合体咱3个国民党的市长去帮谢龙介伊阵咧补选咧台南的立委去帮伊助选结果呢天空出现祥云凤凰展翅这个新闻你
你播迄种网络的画面吼，啊，你搁家己去甲加工，吼，甲抹红红爱互伊看起来亲像一个凤凰。啊，第二个你甲讲这是吉兆，表示讲咱国民党即个吼。候选人会调哦，啊，你搁找一个风水师来预测，啊，这是一个伫咧选举期间的新闻呢，这是会严重影响选举的公平性。啊，我甲迄个NHK 因遐迄主持人讲咱台湾有出这款新闻，因拢感觉 unbelievable， 不可思议啦！咱台湾安尼做新闻啦，啊，所以我想咱即马回归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讲。新闻的媒体，伊有社会责任，伊应该爱真负责任的，爱做好这个工课。啊，无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讲对咱台湾的其他的新闻台，安尼是毋是嘛无公平 ？OK， 你插嘴一下哈，拄啊，洪老师讲到中天做恶质新闻代志，其实这若用共一支枪来检验3年嘛这个问题啊，偌清地顺嘛做过迄个。混的代志嘛吼，佮讲花时嘛讲话成绩，迄阵是行政院长帝王之上，所以讲我拄仔才讲讲，用同一个标准。这我绝对会使解释吼，因为我迄阵就伫咧处理这个案件。迄阵确实吼，台湾民众当然嘛关心讲，有一个电视台安尼安尼做新闻，别台若安尼做，庄老师你拄仔讲的吼。因为迄差两档的时间啦，迄阵有观众会讲，迄2年前佮另外一间电视台做即个新闻，想讲咱即马爱一个问题是讲，咱主管机关你咧处理这个新闻的时阵，2年前的新闻你无片通去处理，若是讲咱以后大家新闻大家拢讲10年前翻旧账，所以这是伊实际上啦伊无法度处理，想讲若是。同时间，那其他的新闻台有这个问题，这绝对处理了。OK， 同时间干一个标准啦吼。嘿，我顶届伫一个节目嘛有去回答咱另外一个朋友有这个疑问啦，所以我希望讲这确实爱澄清啦。OK， 因为咱政府机关，你讲 NCC 伊个去裁罚这些新闻台，还是任何的媒体，他经过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程序哦。所以这其实袂使乱来啦，所以歹势拄啊，这种违规停车，规条街拢是结果你若拖中天这台，进前你违规停车拢无拖掉。同款换照6档一届啦这个标准应该是同款的啦。我是讲这时间的问题。是啦，即摆也没换照啦。5万有讲个标准。就是讲透过这个机会，有的观众嘛是真不满讲，有的就讲你中天前2年安尼新闻安尼播出。那无马上就甲处理啦，其实就是因为讲咱依法，你内容有问题，咱就用内容的采访去甲罚钱，咱时间6年到要甲换照，咱就来处理。其实其他台因为伊换照的时间还未来啦，像我绝对同意咱庄老师讲的，这绝对是公平的。有影，这支笑拢是共款透过这个机会，你去看 NCC 的采访，真侪媒体、新闻媒体拢。拢红发啦，是啦吼，真是嘞，有影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机会，唔管立场的问题啦，唔管立场咱嘛唔茫讲透过这个中天新闻这回换照无通过嘛，互咱这个媒体搁一届来改革执法啊所以咱嘛看到讲大家拢是同款标准要去执行，咱刷来要带大家来看讲中天新闻咱讲接到期12月11啦12月12这零时就无法度继续来播送啊所以未来后一步会咱头都嘛讲过，已经有170万的这个订户啦伫遮拍开咱讲 YouTube 去订啊嘛加真济这个步数，你会当去安怎接因的这个电视台来去看手机 App 来去做因的这个中天的这个 App 来去download啦所以咱嘛看到讲另外第3部分就讲甲新闻内容转正甲中天综合台来去播出NCC 发言人这个姓洪的这个发言人伊就讲啥？中天综合台若是要播送这个各频道内容无共款的，你就要更改你的这个英文规划书啦来甲 NCC 来审核着这个同意啦另外就是讲中心和 NCC 来申请着新的这个频道但是咱讲最近8年拢无新闻频道通过，会当设立这个稳准伫咧继续咱请教这个导演咱头都有讲到。
咱讲吼，综合台若要去报上新闻，应该是会使，但是你有这个吼爱规划这个变更伫咧啦吼。啊，另外就是讲吼，中心吼这个 NCC 申请一个新的这个频道，伊就是无伫这个52台。啊，伊伫网络，伊要有伊的这个影响力，啊，伊这个网络这个言论 NCC 管袂着，你安怎看咧？其实吼，咱拄仔讲的讲吼，中天的蔡衍明头家啦吼，伊就一直放调讲要甲这个员工全部拢甲抬掉安尼啦吼，要甲伊开除，要裁员安尼啦。讲实在，这种讲法做无道德的，很不道德啦吼。为什么？咱拄仔看到嘛，伊有足侪方式会使甲这员工留来，继续互因发挥他们的专长去做新闻安尼啊。譬如讲，你会使伫 YouTube 啊，对无？你手机啊嘛会使用 App 啊。啊，拄仔有讲啦，讲什么中天综合台，讲实在，这种讲法是无啥合理啊。毋是啊，真系无啥。综合台你敢若会使有3节新闻、2节新闻，你袂使做新闻台嘛？但是咱拄仔有甲大家报告哦，伊有一个中视新闻台哦，这中视新闻台是较早中视吼，伊数位化了压缩成4个频道，有一个中视新闻台有这个职责哦。啊，但是伊较早拢无做认真的经营啊，吼，所以你看伊拢用中天的作为新闻内容啊，啊，你有一个现成的伫中视新闻台，你甲人刷来这个遮，安尼就好啊，敢毋是？其实这个咱讲吼，中天新闻也是中视的这新闻吼，过去拢有这个大编辑台这个概念吼，所以这内容是会当相通的吼。但是咱讲第2届 NCC 的这个委员其实有规范吼，咱个申请到洪教授啦吼，这个规范这个部分是啥物？但是咱嘛看到讲买手吼，因就是咱讲吼便宜行事啦吼，所以甲这物件拢甲忽掉了吼。中天新闻的物件会当走去甲中视遮，啊，即阵咱头拄这个导演嘛讲着吼。倒不如甲遮中天新闻的人吼，搁登去这个中视遮。但是本早中视你都爱有这个有够的这个采访的这个认定，但是伊资本都无嘛吼。这个部分你安怎看咧？是吼，其实吼，咱即马讲中天这个新闻台吼，因为伊过去吼这违法的记录吼啊，其实这违法内容的违法，就是反映着讲伊可能即间公司内底迄个内控吼是出问题啦吼啊。有包括咱拄仔讲的吼，其实咱嘛发现讲，原来吼，咱即个吼头家伊真关心因的新闻啦，吼啊关心到讲吼，可能吼安尼，逐工啊吼，会使指示讲，谁会使上新闻，谁袂使，啊是讲你爱去甲柯文哲问即个问题，吼啊，其实从为阮吼假新闻的角度来看，吼，这其实才是侵害新闻自由。所以咱即马来讲，NCC 讲袂使吼中天新闻台搁一张新的执照6年，是侵害新闻自由。其实我是希望讲，咱可能吼，咱社会爱思考，吼，咱吼，他讲吼，台湾上好野即个人，有媒体伊就会使吼讲媒体要讲伊爱听的话，吼爱照伊讲的吼去做，安尼其实毋是专业，吼毋是新闻自由，吼，所以这第一类啦，吼。那过来就是讲啊。其实伊即马阁有真侪其他的台，吼啊拄啊，其实互咱导演嘛有讲，吼，所以其实这某种程度嘛是讲咱 NCC 过去吼，其实咱是因为真尊重这新闻台，吼，所以你安尼2台做1台的做，吼2台用1台的吼咧成本，还是讲吼你的人员去做，啊其实你安尼新闻无区别嘛，OK， 无迄个区分啦，吼，对啊，所以其实你即马阁有一个吼无线的。吼，中视的新闻台，若是讲咱遮员工好好啊，搁去甲吼，即个新闻台做好。其实我是刚刚讲，这对中天整个集团来讲，吼，可能是福不是祸啦。OK， 较健全啦吼。咱继续过来请教这个律师啦吼。其实咱头拄嘛讲到吼，中天这回若是讲吼，这个控告无成，但是咱嘛看到讲吼 ，NCC 过去也是讲这新闻局嘛有这个败诉的这个案例伫咧啦吼。啊，有人看到真侪评论也好，也是讲吼媒体的报道也讲，若是 NCC 尾啊吼，若是控告因若是成功，这个中天若是成功吼 ，NCC 败诉，这个 NCC 委员这个委员吼，都爱担这个国赔这个赔偿金。应该来讲吼，到目前为止无甲一件案件有国赔成立的哦，就是讲曾经有行政法院曾经判过讲啊。迄个我会记得是另外一个台，讲啊，迄个时阵伊诉愿提过，诉愿提过了是行政院诉愿会甲讲啊，这爱甲准，啊，但是伊就迄个频道就无去啊嘛，就无法度继续经营，伊就讲安尼这爱国赔，行政法院甲你讲头一审甲你讲，敢若有影呢，判讲爱国赔，但是迄个案件行政机关有上诉，将期尾
加最高搁落来了后，长期尾是无搁赔。OK。伊讲啊，这本来就毋是讲你会使一直搁经营落去，人年一届就是互你6年一届爱心扎，所以你无即个损害。OK。所以到尾啊。所有法院内底，现主是所有拢无国赔的案例啦。OK。那我安尼讲吼，拄则咱咧讲着讲啊，中天甲即摆搁咧讲这是新闻自由。我真赞同拄则洪教授所讲的，新闻自由真正的新闻自由是讲，你爱互这媒体新闻的这人员有一个迄个自主。就用新闻专业的自主，你爱有这个符合新闻伦理、现代民主国家爱有的新闻的这，结果你看到的是这个头家，伊会使直接落命令去伊内底的新闻。工作，而且去对新闻专业自主完全拢无即个尊重，这都无代表讲，这都已经毋是新闻啊呢。这是一个头家，敢若会使直接去做即个代志，这是非常罕的代志。咱一般，咱莫讲新闻，咱连一般的公司，即个公司法咧讲啥？公司治理是讲，我袂使互头家的权无限制，凊彩用啊。所以股东董事会拢爱尊重，有照即个定数来行。伊就是惊讲头家凊彩。新闻搁较免讲咧，新闻的公共性搁较严格。所以你袂使讲我头家讲，我就只是讲你新闻台安怎做，这是我私人财产，我要安怎做。所以你看，迄个甲即马中天的即个主张讲啊，大股东的言论哦，言论自由爱受保障。当然，伊的言论自由都爱保障啦，每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拢保障。但是你袂使甲即个新闻媒体当做领导的，你叫伊安怎报安怎报，这才是吞大新闻自由。所以，咱 NCC 正做一个民主国家该有的这个行政机关吼，有一个义务。咱的义务要实践新闻自由。咧现代民主国家的想法是讲，我爱互规个新闻环境内底，袂使搁互人安尼吞大，袂使有大头家甲乌手藏入去内底，所以爱甲即种问题甲解决起来，这才有所有新闻新闻媒体才有新闻自由会使享受。所以踮咧即个案件内底真清楚是讲 ，NCC 要维护新闻自由，这绝对是即个价值无毋对嘛。踮咧遮对着中天。大头家会使甲乌手藏入去内底，甲你讲新闻安怎落报，即个代志甲夺起来。啊，我嘛真赞同拄则曾教授所讲的。曾教授伊讲啊，这应该全部一致，全部拢共款，共一个标准。伊拄则记的迄个例吼，其实是一个例，但是我为虾米讲踮咧遮有一个问题是讲，伊迄个我了有看到，其实伊迄个中天的即个新闻拢开始咧骂即个代志，讲啊，阮嘛做即个新闻啊，恁其他电视台嘛做即种新闻，为虾米你拢无甲处罚？啊，但是你讲举发的时间吼，超过3档，依照行政法吼，它的那个裁罚的时效就是3档啦。我讲你若讲共一，拄则迄个曾教授举一个例，那规条路拢红线，规排拢违规停车，全部拢罚。但是你袂使讲啊，我看到是10档前有违规停车，我调迄个录影带，我甲罚。咱行政法就是3档啦，所以我真赞同讲。共一个标准，所有拢去做检查，但是拄则记的迄个例吼，可能无遐尼符合法治啊。了解。继续咱个请教曾教授啦。头拄啊，即个律师其实嘛有讲到啦吼，咱讲吼，即个媒体是社会公器，但是你其实嘛伫即个媒体有一篇文章吼，你讲吼，咱讲啊，咱过去有中国时报即个文人办报啦，啊，佮讲到即个美国即个水门案即个部分，你嘛是讲到即个若是无即个报老板、报头家，还是讲吼媒体头家去甲因支持，因然后走会出即个好的新闻。你的意思是啥物？咱一般新闻学的课本有教讲吼，爱编辑采访的自主吼，自主哈。但是呢，实务来讲，这是真困难的。我请教敏啊，敏哈，你知影大爱嘛哈，大爱台哈，伊新闻台，伊会做李宗瑞事件的新闻的。袂啊，是啊袂？因为伊无符合伊的这个。系啊，所以讲我若是记者，我新闻自由，我要报这会使的袂？无法度嘛吼。所以我每一个媒体拢有伊个书，但是这个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扩大去解释啊。伊个宗旨甲伊个书名啦，伊个新闻台书名吼，这第一咱来厘清的吼。好比讲，你即马咱台记台做周扬青甲罗志祥的事件咧，应该是嘛袂做啦吼。袂做。虽然讲真热门，但是咱袂做这啦吼，这543无需要报啦吼。但是若记者硬要做这会使做咧，因空间嘛袂用做啦吼。第二个咧，报社的主管、媒体主管会使干涉。是会使干涉，但是爱为了国家公共的利益啊吼。比如讲，咱拄仔讲的文人办报对无？咱拄仔讲的张纪鸾、王体武还是余继忠，一定有干涉着编辑的事务吧？无可能发到文人办报。第二个，咱拄仔讲的华盛顿邮报的水门案件，伊的记者去揭发弊端，迄2个记者，若无因头家的支持甲力挺，因也有好胆量去甲政府对抗，甲迄个尼克森甲伊救落来。所以讲到课本写咧写，但是实务咧，咱爱个。来
照伊个人来看啦。OK。你若是今日是干涉是为了公共的利益，咱就无会讲，但是为私人利益，咱就要检讨啊。OK， 为私人的利益啦吼，所以这个到底蔡党的伊的这个利益是啥物，还是为着啥物吼？其实老师头段嘛讲到3个方向，吼，大家去思考啦吼。咱稍来要去带观众朋友来思考一下，这52宾道吼，即阵无意了后吼，向要入来吼，有真侪种讨论，先做来看。中天新闻台11暗24点就要关台，52台新人要上架。CNN 讲已经收到全国64间系统业者申请，有22间提出退保申请。中间是环球新闻台，台风加 TBC 是 CNN International， 加伊的细声加国声是英语发音的法国新闻台。有将近8万户订户的凯播、台股、台湾嘉光、平欧等42间业者，先甲中天新闻提来用空屏处理。42家，它因为未涉及第52评委的替补，这个就是空评嘛，那我们就直接许可了。但是有22家，它是因为有涉及有频道的替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函询地方县市政府的意见，回来以后再按照我讲的 SOP， 就是我们会去审酌。等地方政府回函走流程一段时间。12开始，全国有线电视系统的52台会是空屏，是遥控器51直接跳53，若是66至52会停伫咧66。有媒体问讲 ，NCC 敢若加降级，公共集团的华视资讯台放伫咧52台。王必忠讲，华视资讯台只是候选人之一，就要看家系统上安怎谈。有的好的评位，有的好的频道，它是可以分到授权费的。有的是要付上架费，有的甚至需要，广告也要跟人家分润，所以说这个是商业机制。就要关台啊！中天新闻台有个伫初10早起6点开始，下42点前久拢无停的直播，一直到接照到期。重心先转到网络，一若未来中天的综合台加56台是毋是人报新闻？王必忠讲，中天若是要改频道的内容，也是要提更改营运规划书，并且上线。记者综合报道。先来看到讲这52频道向要入来吼，其实即阵吼也无讲一个准吼，咱有看到讲42间吼已经吼要改做，咱讲吼空频道来使用吼，就是空的那部分，你若准51台直接跳过53台去啦吼，都无52。但是吼有一寡这个业者已经开始咧去做一寡准备，咱看到吼中嘉也好 ，TBC 也好，台风也好啦，细心吼等等这部分。中天新闻台会去换到这个环宇啦，后要移到52，啊中天新闻换到 CNN International 啦吼，另外还有这个 France 24啦吼，嘛是这个法国的这个英语频道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佫先请教到这个洪教授啦吼。咱看到讲吼，这个52频道然后安怎去甲敲切吼，但是咱嘛讲到，这个公共集团嘛要来插一卡啦吼，到底这插一卡有下输啊无下输啦吼？尤其咱讲到这个 NCC 的迄当阵主委讲一句话吼，嘛有真侪人质疑吼，尤其是政主这个内容处的这个处长啦吼，即阵若讲吼有讲啥，伊就讲吼。政府来做这新闻频道是无适合，你安怎看咧？第一个吼，其实公共电视毋是叫政府的电视啦吼。啊，第二个其实为虾米迄主委吼会安尼吼？伫个记者会安尼建议吼，这我嘛无法度替伊回答。是。吼啊，想讲咱来想看觅啦吼，就是讲咱。即马咱咧讲新闻区块吼，就是伫咱的吼有线电视吼，即马48到55吼，即个区块吼，即目前为止拢是新闻吼啊，因为这嘛是甲咱主管机关吼过去的政策是有关系吼，因为咱希望讲咱较共款的吼频道啊，得啊看我做伙吼，安尼咱可能观众较好去找到伊较介意的吼遐频道。即马咱来看讲吼，咱即马遮个频道，目前为止吼，主要拢是商业的新闻频道。吼，所以我感觉咱若是讲思考个讲，咱伫遮最重要的吼，遮新闻区块，吼，若是讲即马较可能过去表现较歹的吼新闻台，咱甲提掉。啊，咱希望讲规个新闻的环境，吼，新闻的吼表现是较好的，吼，咱尽量会使互较无共款的，吼，迄个性质。新闻台入来，我感觉这是应该吼，对咱规个新闻环境的咱讲多样甲多元，应该是较有帮助的。吼，所以对我来讲，我的思考是讲，若是讲咱搁加一个吼商业的新闻频道，啊，伊若表现甲其他的新闻频道无啥物无共款，安尼咱搁放一个安尼的新闻吼，其实
你甲无法度改变咱即嘛吼，所以使看到的吼，咱的新闻。啊，咱的讲媒体做出来新闻，第一个至少伊较无受到讲吼，咱的迄个市场压力啊、收视率的哦，迄个左右。吼啊，咱即嘛看到咱公共电视的新闻吼，不管是公司，还是咱华视，即嘛有一个新闻资讯台。吼啊，因做出来新闻，伊较袂去迄个惊遐有诶无诶新闻伫遮。吼，所以安尼来讲，若是讲有一个较无共款的新闻放伫遮，我感觉对咱的观众的权益来讲是较有照顾。是哈，自这个公共集团这个部分嘛有人赞成哈，这个 NCC 主委一个话啊，咱嘛看到讲中正大学这传播系教授罗世宏，然后嘛讲公共集团应该爱做一个主动争取的这个一个机会啦吼。啊，中嘉法务长伊安尼讲呢，华视新闻伫咧新闻这个 block 内底会当去考虑啦。啊 ，NCC 前委员是讲华视新闻这个现主席这个人力敢若有竞争对手的这个一半尔。另外，这个华为集团董事长，这个王董事长这个环宇新闻的创办人想无要抢入这个黄金地段咧啊，华视总经理曾洪嘉啦，是讲啥？电视台系统业者拢有公共责任嘛，希望互观众朋友有较侪较优质的这个选择教授有要补充简单补充者头拄啊，洪教授讲的我同意OK。而且是举双手上加动力，举双手是因为华视新闻品质无问题，举双脚是安那咧？我是华视新闻的纪律委员，自律委员啦，所以讲伊若使上架，我这是好事啦，但是为实务面来讲，有一寡问题啦。人力，第一个是咱拄仔讲的 NCC 委员无适合讲迄啊，公亲变事主嘛。第二个，咱大家支持华视。去外地的频道有想到伊有民股啊，伊才有17、8两成是民股，所以讲即摆伊若去哩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啊，你 NCC 的主意是啊，迄个图利他人。OK， 你因为民股伊2006年的时阵，华视民营化的时阵吼，伊的股票4股嘛吼，4股啊，迄个生宝集团甲台塑台化有伊的股份，所以讲即摆你若要安尼做，你先爱甲迄民股先买落来，无图利他人。所以第二就是讲。华视目前的设备那就我了解有10个转播站是国家协助伊新建的所以讲基本上与民争利啊，用国家的资源。第三呢，要有上下费，所以讲实务面来讲这问题要先解决，才有法度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啦。是，咱继续请教导演其实咱嘛有做一寡这个研究伫咧啊，有人讲这个要上架，还是要落架，还是讲你要去哩，还是要互你收款，拢是无共款的这个计数。其实咱就讲迄第4代啦，咱一般来讲第4代就是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啦因有2个权利啦。第一个就是讲我会使分配即咱每个月是咪爱交的收视费500到600对，内底有240块是摕来授权这个频道。OK， 所以咱看到即摆频道100几个，毋是大家频道拢会摕到钱无爱闯进去那个240俱乐部，你才会使分到钱譬如讲民视新闻台，是一号一个月，敢使分2块2块啊！咱看到讲，可能譬如讲，什么 TVBS 集团、中天集团、东森集团、三立集团，伊上济一个月会使摕到20几块20几块你看咱台湾收视数有差不多要将近500万你看一个月会使摕几多千万是那就差真济嘛所以咱看到即摆华视，我是感觉讲。迄理念真好 ，OK， 但是实务上真正有困难。是，你想看嘛？你若第4代的业者，即摆有一个业者一个台来讲要讲，我甲你讲我免钱互你，付上架费互你，你免甲我收收视费，是，互你上架费。你是要抵还是要抵讲即个华视来？什么你个底下摕到的钱的？反正你都爱付伊。上授权费是，你要选择倒一个。这嘛毋是讲 NCC 主委，你讲要互华视一个机会，下骹的迄个都要甲对啦系统对听伊的，无可能啦。就讲 NCC 主委安尼讲咱系统纷争就袂遐济啊。你看到遮济年拢是安尼，所以咱基本看到240俱乐部。为较早国民党执政、民进党执政，这真正是一个大黑箱。OK， 到底安怎分配，无人知呢？真正拢无人知。所以我感觉讲这个部分我是不觉得有所谓的与民争利这个部分啦。OK， 重点是实务上会有困难，实务上有困难其实嘛有人咧讲若是讲这个，若是公共集团要去哩，其实爱修法啦公司法来修无？咱继续先教授。其实我是感觉咱的公共电视法一定爱修，想讲倒不是讲
这个议题啦吼，因为咱比如讲，咱即马公共电视的当事拢选袂出来嘛吼，所以这绝对是爱吼修法。啊，想讲即马这个议题吼，我是感觉讲，修法缓不济急啦吼，而且无一定需要。OK。吼啊，因为即马第一步是讲，吼，咱有线电视吼，你要互52即马吼空出来，你要互得一个吼，电视频道吼上架。其实这是协商无毋对吼，啊，其实咱即马目前吼会使去甲系统台协商的迄频道其实无真侪啦，吼，比如讲咱即马讲环宇吼，伊进前有甲吼这电视业者会谈，啊，华视是一个，因为你即马若是无摕到即个新闻直接的台吼，基本上拢无机会入去嘛。啊，当然有的人会讲，国际新闻较好啊，吼，啊，咱甲放一个 CNN 上面，啊，其实 CNN 可能咱伫个有线电视的吼，这区块内底因是放伫个另外一个吼，咧境外频道的区块啦，吼，所以可能嘛较无，我是感觉应该是较无机会入来，较无机会，所以其实即马会使谈吼，去52频道的，其实这业者无讲介济，吼啊，其实确实另外一个问题是讲。啊，你要安怎甲伊谈？你是要摕授权费，吼，因为这就是商业机制啦。你较强势的频道，咱观众爱看的，我就会使摕到钱。啊，若是讲无爱看，我希望讲，有线电视吼，帮我会使有一个机会，你得爱付上架费，吼。所以这是强弱势之间迄协商的游戏规则，真实是无共。吼，啊，想讲咱当然，咱公共电视咱有一个更重要的这个公共的责任，好，所以其实咱有线电视业者嘛，需要去思考到讲，咱同样咱拢是这个媒体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经营者，好，咱嘛是爱去考虑到整体的观众权益，好，而不是只是真单纯讲，我爱趁偌济钱 ，OK，而且为迄趁钱的角度来讲啦，吼，你本来迄业者你爱付差不多7块银的授权费互伊。你即马无需要付即个钱，吼，所以可能，比如讲，咱若是讲谈好讲，咱会使2年，这可能嘛是一个方法。这就相当于讲，咱即马有线电视法讲，咱公共电视是必载频道的一个概念。OK， 有补充吼，拄啊，咱有迄个 NCC 前委员吼，伊讲吼人力无够这部分，我感觉吼，这种讲法无啥正确啦。OK。那如果照即摆新闻台做代志的方式，你若有200组记者嘛无够，因为大家拢安尼啊，拢做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啊。啊，但是咱如果吼可以把这些人去做调查报道，做深度报道，其实真好呢。亲像导演安尼啊，你反正可以做出很大的区隔，我感觉是真好诶代志。啊，你看到公共电视内底有。记录观点，独立特派员，我们的岛，迄当中规划讲要公视和华视做一起，所以我们真的是乐观其成。了解，上尾佫继续请教律师啦吼，咱讲到这个法的这个部分啊，过去咱嘛讲吼，第一届这个 NCC 这个副主委吼刘宗德，伊其实有讲一寡话，然后讲吼，这个 NCC 的规个这个结构吼，其实是愈来愈扩宽吼，你安怎看呢？其实你讲扩宽吼，你为迄个 NCC 组织法来看，伊无特别扩宽的问题。因为第一届，我个知影讲今仔即个刘宗德前副主委吼，伊讲的即个话讲迄个时阵第一届吼，拢做行政指导，啊后来呢，讲踮咧做啥物行政处分的付款，啊，甲即马讲做一个强制力，其实我感觉这是应该算较政治话。为虾物？因为法律上拢是有遮的根据，你本地就会使做。为什么我会讲这是较政治话？是讲大家会记第2届的 NCC 咧做这个对中天做付款的时阵是2014年。2014年迄个时阵其实是马英九政府执政，因为 NCC 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感觉讲啊，这个中天内部控制有问题啊，这无同意，多数认为无应该互伊过。啊，所以这是毋是哪里的问题嘛？民进党执政、国民党执政，这专家咨询委员会拢共款，认为讲这内部控制有问题，无应该爱互过。啊，所以迄个时阵的 NCC 的委员则讲啊，无甲做一寡付款，包括讲啊，你内部爱加强你的这个训练啦，爱有伦理委员会外部委员啦，爱有专职的编审啦，你要有独立的审查人等等。所以迄个时阵嘛是国民党执政嘛，加付款嘛无会使讲扩款嘛。所以，甲国民党执政、甲民进党执政相像的专业判断，所以今仔这个政府主委讲这话，我感觉是较奇怪啦。因为法律上本来行政定数法，你所有行政机关本地都有使做行政指导，
我嘛使做这个付款，我嘛使直接做行政处分，譬如讲即届无互伊换照，这个处分本地就会使做，所以讲扣款我是感觉较奇怪啦。我安尼讲吼，就是讲拄则咱讨论讲，到底是谁会当搁入来这个52频道？这其实为什么中天即马一直要甲行政法院讲，我要一个。迄个加处分，因为伊内底有一项哦，伊讲52吼，我要继续经营，就算我无继续经营吼，你嘛袂使甲52互人。啊，行政法院踮咧遮看嘛，台北高检行政法院甲你讲，你52要互啥人？这是系统台，这个商业机制啊，这毋是叫我 NCC， 我都毋是对象，所以行政法院踮咧遮甲你讲，你这个主张嘛是足奇怪，52要互啥？这是系统台会甲 NCC 去做申请，这甲这个处分无关系，所以嘛甲驳回。所以咱就会使讨论到讲，未来这个竞争真多，但是踮咧现主时的法律顶悬这个 NCC 所做的做法完全符合卫星广播电视法甲行政定数法。所以踮咧遮我讲一寡批评吼，嘛是要转来法律来讲啦。2014年的判断，专业的判断认为无应该互伊执照。2020年同款的判断，迄个时阵付款无效果，无效果，所以即摆伊即个同款的专家主述，即委员就讲，迄个时阵付款都无效果啊，到即摆为止，伊拢无改善，同款做遮尔奇怪的新闻，甚至佫用迄个即个听证会顶悬，即个带头家踮咧遐讲，我拢无干，拢干来讨论尔，结果就去用提出即个内底的即个对啊，